再来继续来关心歌手黄明志，伊到底敢有数毒，敢有害死人咧？马来西亚警方是谋杀罪来侦办啊！这个家姓女性网情的死亡，这网络上拢咧讲啊，黄明志啊已经落跑啊，但是伊今仔透早，伊伫咧朋友的陪同之下，向警方来投案，伊嘛强调啊，伊会互死者家属一个交代。 头底碰死无法排遐，歌手黄明志简单打扮来到警察局路口，第一件代志先摕手机自翕。人看起来稀咧，黄明志将影片发到社群网络，强调家己会全力协助警察调查，互死者家属一个交代，嘛讲家己绝对袂走路。 不过2天无消无息，去大马警察通缉，昨半暝啊，伫咧真济位朋友陪同，驶3台车去警察局。为10月2日查某梦红过身，黄明志涉嫌食毒扣掠。10月24得到交保，代志公开了后，11月初2普文8回食毒，每日人着胖见2天。11月初4案件转无实侦办，黄明志去警察通缉，5号半暝啊1点10分才自首投案。若细细查某梦红过身，家属 无法度接受，外界嘛关心台湾司法敢会介入调查。黄明志过去伫咧台湾演艺活动真济，如今台湾查某梦红过身，台湾司法冇管辖权。未来黄明志若是入境，检警赶快会当具体调查，卖交由法院审判。台湾跟马来西亚间并没有签订引渡条约，因此台湾没有办法将黄明志引渡来台湾。但如果之后黄明志在马来西亚服刑完毕后来台湾，台湾司法还是有权对他进行审判的。现阶段黄明志佫一摆扣掠，大马警察讲5号透早会甲黄明志押到金马路警察局，向法院申请延长扣留6天，继续追查查某梦红的死亡真相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